系啊，各位聽眾，阿龍自己對我吹，係啊，各位聽眾，我再歡迎我哋嚟收聽邊嚟好嘅嘅節目。今個禮拜咧，嚟看嚟特別嘉賓是上個我阿龍咯。แล้วก็อาตาแล้วหันอาตา Hello แล้วก็เต่าเก๋หันเต่าเก๋ Hello 大家好ก็กายากุ้ยหันกายากุ้ย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ว่าเฮาแซ่ตะโกเย่ท่าน看到一邊咧就當頂你季節落雨時一出現啊嘛一邊所以當見ท่าน看啊哇大電流咗แล้ว啊แล้วก็ว่า咯ก็ว่ากับ阿龍歡迎阿龍是但話唔知就是我訂掉一下就頭出伊個邊到啲阿朋友往一定嘅人嚟拍殼啦，一個 Clubhouse 人介紹就成 Clubhouse 嘅朋友就是都啷看到頭隻 I.O. 一空熱咧，就是即係白一玲，歡迎白一玲。大家好一個有高三字，歡迎高三字。Hello。嗱，一啲人個就係我素養賣清 BC Carlin 調住鏡 L 個阿古靈芝加 BB 歡迎大家。我錄音啊未？錄啊！我 live 啊未啊？有啊！切人看 OK 切人看，感謝大家嘅支持。即個禮拜我未講嘅話題是被講鈔票。即個禮係咪？即個禮拜哪個禮拜？係咪先嚟？我攰要丟。哦！我聽到我家己聲，我家己條請嘅。即是佢家己，成個人去暗嘅位置啊！你開門暗啊，唔係冇識開門啊，是就看到驚啊，是啊，掉。就是咯，我2月4月加6月，我估就8月10月，就2月個。我講家己是唔聲？我放歌嘛，6點鐘。嚇對，嚟背阿龍聽歌。有人講500有人講話咧就，500你好似條路好似嚟嘛。我講咧，我睇到家己聲咗，我行無管長咗，我睇到家己聲會echo嘅時候，無管長咗就係。你上一次鬼啊！我哋鬼啊就無管長咗，係咯，睇到喂，一直嚟講話。結果家己嚇家己，真係是。冇嘛，你唔是寫嚟背阿龍嘛，所以咪走嚟背咯。你就แล้ว because 你是特別咧學鏡板開嘛，所以變咗學鏡板開嘅時候，我現時都期待頂嘅嘛。我寫就係係唔是啊？嗰啲講開嘅物件，我意思係。調車驚就好。個有即係嚟啊，特別未開小英國，但係開小英成係你我哋都。歡迎我哋都 ，OK， 嚟，咱們講這禮拜話題先。等陣 before 咱實一整，哎呦，未記得，會咁亂講。Grab 做 promotion 要。咁亂講搞個咩事嘅這度嘅。到時啦。邊啲學嘅.com 出自集 ，OK， 邊啲學嘅.com 出自集去買單你當 actually。我唔知講，若是講無單了啦，若是講阿咪有單是有，無可能未了嘅單。特別若是講亂錄音、亂看錄音是當然是叫你要講錄音、拜個錄音是，亂買單拜六嘅 buffet dinner， 禮拜六嘅。拜六嘅拜六嘅 dinner， 若是你買單拜個 buffet 拜個嘅落音是你攤來啦。特別我阿家係50人接呢 ，because 所在無夠位數。แล้ว個有攤食 supper 我 already 甲人講咱贊助 already 甲人講贊助是咱聽眾嘅贊助啊，到幾知啊？แล้ว是個有若是攏買單咧，太來錄音嘅時，個表緊嗬。如果假使兩人、一人、三人 ，OK。所以若是你來伊50人嘅接，若是講你買單嘅時，你若是看到
你買單係攤好你經你就是做這人要來錄音 ，that means 意思是講你有 within 你50人入面啦。但是你看時，你是寫講 waiting list 係你名幾個人，係你咧就是講嘢所在冇啦。特別你 waiting list 我見有個人講我見佢未來，特別有冇報名嘛？所以你 waiting list 係講我係直通知你，然後讓我學電話是WhatsApp 㗎啦，斷㗎啦，未斷咧，人正話特仔啊，到嘅仔阿龍唔俾個。我邊個冇輸掉？我跌到你嚇，你冇輸到 SMS？我冇輸到啲 WhatsApp 咯。哦，係咪見？我可能我冇輸咗咯，我唔知到底是。誒冇咩？我當我夾超㗎啦人喎。我冇輸咗 WhatsApp。咪叫我 check 看先 ，maybe 我後日同你講過啊，俾我實講，咪叫我會叫你，然後我跌到你輸掉，我 confirmation 講I think 我收到 by email 咧，我收到是 by email。maybe 浪卡渣，我浪卡渣咩事？對。so 我肯定咪叫我 make sure 我特人夾 ，make sure 我你電話有啊，所以我個會夾好你伊個即個伊個單，因為我往擺個咩單呢？是間到啲WhatsApp 下邊個會寄下浪呢，所以浪特別有單，個會使接門 ，OK？ 到啲邊，但是講我後邊單，佢邊咧學見 .com/自集，邊咧學見 .com/自集這邊，浪對會看到這網頁這邊教人就買單138塊一人，買單咧，伊是一 form 嘅事嚇，學類係咪嘅啦？好是 information 嘅啦，到底下邊，然後這是咱要做咪老作物件咯。11月11號、12號、13號，我再個早個，所以你能夠有點先探買個物件。特別，若是講你要再來落擺個錄音特別定位咧，你特別較咩定，然後假時是特別對心掛講無很來。OK， 廣告拍了啊！你實在講咧，我第一，我頂次是無講啊，頂到咱食早啦，原來當然差唔多噶，一個月整噶，我錄音過一個月後，咱個放啊，所以我放嘅時候，哎呀，少無講到你錄音嘅事，所以我嗰度夾到錄音就到接到啲頭整，所以當然講起啊，加清，所以你人要吹咩 parking information 啊，係咪奇確嘅了？只係咪menu 我未 post 個嗬？啊啲咪等陣聽到這個時候，佢哋話 menu 我每 menu 個 menu confirm 啊，แล้ว嗱是講有人要載咧是 box free，樣啲拖掉咧 halal certificate 特別伊是 box free 嘅，所以人會使嗱是講買隻吧是係咪咧就係講係邊是 box free 嘅 ？OK， 咁到時去入邊，除咗嗱是講，攞咪去大學校係咪物件本好係攞去即個正 information 嚟，要特別嘅幫嘅，我假如安裝俾 book 房間，攞 directly information 到正 how to book 以後你去看 how to book 一頭假如安裝 book 咧是安裝到隻 email 寄俾佢，就係咩 information，然後 discount rate 完全一部好事，安裝一部限定你條學女性嘅，你愛學女性本誒，特別你買學女性，你 check in 嘅時間學女本誒。OK， 希望我看到啷只濟人啊，當今若是啷到啲馬來西亞人，若是講到韓國嘅人都會轉去嗬，新加坡嘅人會轉去啊 ，Australia 人甲你講啊，我甲你講，有咧 Australia 人會來啊，哈，全世界等日個美國嘅人會來啊，甲我講。美國哦，加拿大不有所，這人這是人慶祝，你知當今人。20年啊，嗬，當然無傾着個嘅等10年，有佢人老啊，唔知等到你咪嘅有你人。誒，別講嘅啊，你問講，別講嘅即係物件，所以咱問等上古本好。OK， 我唔係真肯定咩嘅幾年啊，我家己就無做落邊嚟學緊嘢嚇，直頭冇去啊。Anyway，唔是講我訂起啦，hopefully 我買得訂啦，咁謝大家。即係直接阿龍都會做你 T-shirt 係嘛，係你。咪咕嘅 T-shirt， 所以阿龍你可能看啫，你衫個水呢，人豆包嘅衫，你講話叫，喲，人豆包喎，個水，阿龍就暑假，誒貴啊，下到韓國喺印嘅衫，冇啦，冇講就貴呢。超標，我係 ，anyway，OK， 咱韓國講 ，OK， 但係講超標。超標是咱嗰隻禮拜話題拍廣告講了拍了咧，是講超標是超標，最人有稱超標當然嚟
去，看 camera。冇大，我冇大。我有情嘛，當然冇情調，哦冇情你調，就是我有情啊。我有情就 feel。哇，家我講姐即這年啊，冇情樣。哦，你是唔是有手電啊？一頭無情？誒，你是唔是 handphone 機無情？唔是啊，我嗰陣時有用條 handphone 嚟了，我本是情條手錶，恁特別到啲中學去嘅時，我直接嘅時我 start 冇情去啊。我本身我actually我真係見情手錶咋。我覺得真麻煩。對，看人嚟講，我這 segment 就是咪講講，你無情手錶人做乜事都無情手錶。了個別人咧，阿龍啦，阿龍都平時有情嘅哦。我愛情有情咯，我唔是特別之情啦。我若是講我，你想有需要要看點聲、check 點聲先做情。我唔要邊看點聲啊，我需要看隔衫。你情手錶可能感覺講你是較 professional 較在點聲嘅咯。但係感覺到加有見點聲嘅人啊，所以你可能啊，你 impression 嘅話咧，有陣時我就會調啲咁，譬如講有一個 meeting external 嘅，我就會情骨就嘅話啦，我就情手錶去咯。所以可能感覺到自己有情手錶嘅，因為公司應該是未歹嘅。哦，有可能係啲 impression 嘛。OK，了解。豆哥咧，豆哥今日都無情，特別平時有情嘅。冇，我第一做課吧，我先課班見點聲，所以我偷起來啊。特別你平時有情嘅啦。我有情嘅。哦，你 OK，睇啲個妹，你看情下面手錶下面，博一零，我頭晚看唔是博一零 ，sorry，假日龜咧，你手錶是成個是電珠。band Smart watch 啊。係 smart watch 係喎。band 係咪 band 嚟啫？Mi band 係我哋小米嘅手錶啊。對。哦，小米手錶是叫 Mi Band。Mi Band 我是成講就想做 band 嘅咧，是小米嘅 band 就叫做 Mi Band 啦。你意思是 fitness 嘅時候，看你行咯，腳做步，咪，你可能 fitness 咪腳嗰度邊嘅時候。對，一個我諗我，你電話彈咯，你電話彈，一索你，你索你啦，要 vibrate 嘅，索你時候就頭等我打。而家有做唔到？冇係你 alarm 困車 alarm 就索你。好咯，你 set 你 alarm 嘅 ringtone 冇成 ringtone 咧，就是索話。咁上面係咩名？我負責我負責是情啊，是種 analog 嘅，我負責是寫 analog 嘅，然後我唔是情嘅咧，因為有係你嘅線條。哦，伊看你嘅線條。哈。你都看到赤鏡啊！我條 shot 嘅時，佢把我條 shot 時。我有 stress level 本嚟 ，OK， 所以我用嚟做你佢我唔係做邊 analog 啊。哦，I see，OK，看見人講就係款啦 ，analog 係手錶加轉去 digital 時候咪冇聲。迪哥都情手錶，迪哥。出門嘅時㗎情。出門時要情。啲粗波情。OK，特別你特擺出門成去學堂啊，下面都做情手錶啦，關係啊啦，關係啊，因為學堂我班裏邊冇時政嘅。哦，特別講緊咧，他車識嘅 handphone 嚟嘛？未使，係咪未使啊？喂，你兩張嘅 handphone 係多咯，係多 back 嘅，係啲粗啦，未使揸去學堂嘅。嚇？跟住做工啊？2年哦。哎呀，我唔知，安尼可能理由嘅喎。好啦，然後伊人有時有摘，本是偷摘去嘅咯。伊唔是講會使摘啦，未使夾出嚟用嘅，是完全未使摘。你肯定要拍電話號你白波先做好啊。去 office，去 office 哦，因如果 public phone 嘅話當劍。我學堂有。Oh my god！你去 office 嘅先生，好多攞啊，你自己去落咯。哦，樣好誒，你好誒啊！無啦，你有定到是家己嘛，不過嘛愛用家己誒，有嘛用學堂誒。你會使，你學學堂是 office 攞撥了，你用呢電話。exchange 啊 ，I think。無像啊，你學你打你機啊。public phone 啊，public phone 啊。
落雷一批不咯。過有 exist 咯。係咧，就是哦，我學堂個有，我學堂先生有奇怪，有手機電話咪絕網用，了叫網去用嚟 public phone。哦，我見到看到你 call 伊 call lock 佢哋別人嘛，啊，直 phone 可能啊，啊，唔知。這裡咧，我哋讀咧錄喎，有係咪？錄情有緒表我有情緒表，我平時有情緒表，即成日講話對夠潮核頭嘅。啊，所以你特別出門有咩都關事啊，就大致本情嘅啦。對。你細漢情嘅大漢，還是是大啊。漢咧？是個情哦，細漢情嘅大漢。冇細漢冇情嘅。我被講到細漢頭一個手表上面個。OK，咱嘅 Clubhouse 入邊嘅 friend 咧 ，Clubhouse 嘅朋友講話你有情手表嘅人哦，黃一玲你有情手表嘅哦。有情， OK，我無情 digital 嘅，哦，不情digital 情 analog 兩支手嘅啦，三支手啊兩支手。係咪意思是三支手兩支手？三支手兩支手咪是伊個你秒針啊，是有哦，有秒針嘅。有了解正了。嚇？唔是正啊，迄個佢哋正啊，尖。尖對，秒針嚇。我屬個 vintage 嘅。哦，個 vintage，切個仔，你 OK， 好，決定咱嚟講。then 個有另外隻 club 93字，你有情手表哦？有啊，有啊，你出門也是做工特別清，哦，我清。你情是然後情是 analog digital，唔是 digital analog 啊 normal 嘅啦，普通嘅。哦，你有三支特別手嘅。有特別伊有一個 button 是會使我帶一個度出digital 嘅點寫出來，就是講幾點安尼。哦，如果特別是特別伊有手無手嘅，有啦。伊有手特別佢出 digital 點寫呀？你所咧不要看這個手，你是真嘅手嘅人嘅是真嘅人對。有影，千幾奶嘅，千幾奶。講人看你啊，有人不要看是真。有咧人有真嘛，把路真我會回聲，咁你不要看誒。好呀，有呢不要看誒，真正這不要看。你特別人講福建話是上上啊嘛，伊幾個字，伊12.5個字，12點半，係你應該會曉。誒，網絡人都講5個字，伊未曉呀5個字。未曉。人未曉，我同你講。Oh my god！人講5個字嘅意思是05啫。哦，伊是5分鐘意思嘅5個字。人是俾傳 digital 嚟同你講係咪？2個字，伊講是3個字。Oh my god！Oh my god！即係話咱即係話第一個節目講啊，賣清咧，你情手表賣清。賣清嘅情手表賣清。有情，睇下情 Apple 咯。哦 ，Apple Watch，係蘋果表。情啊關係，情關係啊個未傳去係咪啊？如果真方便啊，你廿 call 啦 ，message 啊咪嘅啦。對 ，message 啊，我感覺我用 message 只係一句，我看點聲。有啦，看點聲冇有啦。我係這手表是我爸，我請到我爸手表。OK，嚟請掉啦。嚇，當我請到我爸手表啫，這是我爸手表嚟。了，特別我爸手表是 Apple Watch 啊。我講請我爸手表唔是你國黨嘅手表，你我爸。你國黨嘅 leather 嘅。對，聽我個 OK，咱講起國黨嘅事。你會記讓頭一道情手表買手表嘅？等陣，我嗰陣是人個，未記介紹。海都個有。哎呦，你聽到？海都是新疆嘅啊！我起來過。你冇起來過，我唔捌看過裏邊喎。你冇開小影啊？有開小影我聽到來時。有啊，一道啊。哦，一道，係對你聽到來時講乜嘢你會叫，我咪話地。幾嘢？我未記啊。一句是 DDD 是一句啊，一個冇開小區別。裝是 DDD 嚟啊。嗰度白啦。哦，嗰度
8，但係你冇開聲啊？咪開真慘。OK，唔緊要，你聽到你聲嚟。OK，就你係度你程手錶嘅。有。哦，我 digital 喎。我是 AI。哦 ，OK，即是假面嚟，假面。哦，假面咧，你知我你捌知我同假面做工過哦？唔是你捌知，你知我捌同假面做工過。唔知啊，定打我同你做。我講哪裡啊嗱？哦，即是即 analog 嘅，有卡車啊，超過係有泡機嘛 ，Super Jet。啊！傻佬咪，感謝，我條仔叫莫拉達，感謝，我拉單唔是阿 John，感謝都係支持。OK，so 伊即個就是點樣？你學我看嘅係都是講，你是 analog 特別當者佢做 digital 嘅。有嘅。哦。大交三字嘅聲嘅。OK，so 你講是成日講幾點鐘？幾點是你是按怎講呢？9:32，按怎講？嚟都未就係度嘛？你成日當緊幾點？你同我講。9:7個字哦。嚇！以後講7個字，就面是無擺啦，一定是較少嚟，你咪講嘅。我冇笑你，意思是講我人老。意思是講咱老。冇笑咧，是咯，冇笑，冇是講我入事入正情調嘅，我贈一本情調。你免揸車啊？我一隻股嘅揸到嘅嚇。都幾時揸車？3-4節啊。你按咗揸啥？你揸車是？愛偷啦。你是贈一是已經下載度揸車啦，嗱，還是啱嘅困是？冇 battery 啊，我就揸咗。哦，其實本可能冇夠電啦，就係。我有拿你嘛，我係使陳少畫表情啦。我係點解我係 Mi Band 啊 ，Mi Band 4啦，這個 charge 係tahan almost 個個。哇 ！And then 我是倒咗款嘅 ，and then 因為 fitness watch 嘛，所以我就清掉。ketupat咧，我話翻咗，我報上翻咗嘅。哦 ，analog 啊 ，OK。ketupat。我個digital 本嘅。嗰攞攞你手錶啊？冇三嘅。我三嘅，哇，啷解好了？哇！我係 show，我係估嘅。哎呦，哇！看你嘅資料，睇你可以看，我看你有冇看 detail 嘅。ketupat 你有係你哦。你有穿手錶喲？誒，走嘢啊！來啦，咁開聲嘅。佢都把你穿手錶喲。你要手錶 online。呀，別怪走起來。啦，你 topic 寫到我吧。佢都把。希望你會來哦。我嘅20 anniversary 時。我 online，我跟住 on air because 我 accident motor，所以我冇會記。哦，原來我想你有心啦，原來是。冇啦，嚟看老朋友嚟。冇20年就你紀念唔知哦，我 anniversary 時11個月時。是。哈 ，OK，來講者，然後就是有人就成日看人講講，伊聽無聽嗬，姑姑無聽起來就俗者呐。到底11個月時。11個月 OK。11個月 November 啦嚇，11個月138卡一人 ，dinner buffet dinner 是11個月12號 ，OK。了11個月11號是錄音，所以那是買單拜六嘅 dinner 咧，都參錄音嘅單，錄音單伊會 fit 50人嘅，所以人特別看咩買單。了13號是人 casually 人到底我 hotel 入邊會去食物件 food tour。檳城是 KL。到檳城福建就是到檳城啦。哎呦，無對啊！你 KL 啦，無對我頭晚咪你甲講咧 ，Australia 有人來，新加坡有人來，美國有人來 ，Canada 有人來，你到底 KL 啦問我夾少夾屁？我東邦裝 KL 咧，裝 KL 去檳城個東邦嘅咯。嗱，啷去講，你家己去吹 KL 人，我拿豆哥嘛少去，你咪對豆哥車來哦。Anyway，等講到對手錶，然你手錶你燒隻手錶，你幾粒手錶？
把人講我 at，唔要緊啊，這 episode 就好 action 嘛，嚟嚟。百幾粒。哇 ！My God！肯定你坐我去誒，你會驚哦？你掉 accident？冇咁好呢。哦，OK，所以你使肯定坐我去看你百幾粒。你問佢帶咩？係咪面？你到時候我就是本嚟看咯，手錶嘛，還是你去揀幾哪粒你暑假咧，日後我看肯定。我會記佢都把是 collector 啊。哦，當見你情婦咪 band 啊，這是我看一看。這是阿豆哥講嘅咯。Mi band 啊 ，Mi band 4，冇這是 5，哦，這是5， Mi band 5。啊，比這個 charge 會當然這個almost 個是唔是？個資料前。誒，按照啷就個減就個嚇，等我看我減一人哦，就無多，啷無看到係都有嘛？即喏30個，啷唔是正按照我看到咱 group 有8個人特別按照我看到咱，咁係啲9個人啊。特別即個正有幾個人啊？正按照我看到7個人咧，我減就啊。哦，一定有一個 error 啦。正減就即間，到我哋都好。誒，我哋都冇啲。有啊，但係我哋都走去數。OK，我 add 等於。哦，不要打包係 computer hang。OK，唔係叫我 add，但當然快啲，當然是8人啊嚇。8人嚇 ，OK 嚟。OK，所以當然講手錶啦，講到啲手錶，攞會記攞頭一粒手錶，細漢買頭一粒手錶是蝦米哦？Casio，下個是嚇，你 Casio 有 time and date 嘅 digital。Casio retro 咯 ，Casio retro。記得是 retro 是。記得馬路 Casio retro 興到對啊嘛。嚇。伊什麼都訂就俾伊開會，就啲出會呢 backlight。是，等你後看啦。嚟會後人看啊。一聲就話。了好，肯定係燒手錶人，特是話你看誒。了特別我在我喺頭一粒上面哦。我喺頭一粒。唔是 Mickey Mouse。Kiki Lala 冇手錶嘅啦。Mickey Mouse 掉，白青講掉 Mickey Mouse。誒，安卓換 lens 啊？你是 phone 啊？係咪？哦，是 camera，OK。你看啊。哇！很正，你看伊個手錶 collection。哇！你看，啲小阿嬷開會啫。等陣。Oh my god！你看伊個手錶，誒，你手錶你安怎隻啊？你知個你個咧有驚喲！哇！整個 showroom 呢？哇哦！這裡馬路啊，這裡幫伊呢，這裡馬路興個一個 fashionable，แล้วก็ functional，ปักปีข้อจิเลเนี่ย馬路。佢 surprise 嗬，啲係咪數冇咁貴氣嘅嗬？呢邊個幫伊喎？馬路จิเล是即 classic 嗰隻呢咯。即 classic 即水隻。佢即 photographer 啊 ，street photographer 請จิเล咯。哦，做咩水？minimalist 啩。嗱，你看，這世界講，我這是 incredible good investment 嚟講。世界講 cannot wait for the event in November， 你問佢是幾時啊？你買來，我跟你講啊，我唔知講邊啲學嘅人做落股嘅啊，20年嘅即係 maybe 有可能係 last gathering 嘅，你 better 來。蠻老了。就是啊。日本 join，嚇。哦，30年唔知啦，後面做30年哦。阿 John 我冇走啦，所以我 show 我學你看先我。我你要走啊？我冇走啦，我出去啦，我 friend 約我。哦。這是你頭一粒手錶啊？冇啦。我唔是，我頭一粒係啊，冇實佢啦。這是 Edifice Edifice 啊。嗰大粒啊。我暑假時你頭冇那大粒。Edifice 是 Casio 嘅 brand。哦。我是暑假時伊有嘅。貴哦。百幾兩百萬塊呢？哦，你講咩物件？你暑假意思係咩事？我是暑假嘅 design，因為入邊佢有熟悉物件，所以哦，有 chrono。然後這是 G-Shock。
哦，G-Shock 出名啦，G-Shock。真係看者。G-Shock。大家個見到我看唔到。今日我感覺佢你看你有 blur background。我看我 blur 那先。我知道了，我知了。這隻是我換過伊嘅入邊嘅幾隻名嘅啦，因為這隻好貴啊。你上兩百幾有睇唔到了？這百幾兩百呀？這個好貴嘅時候，因為伊嘅後本應該是無school好勢啊，所以伊我老婆就我入水，所以四散。哦。四散，所以我入去店咯，依家換，或者啲換無掛幾本啊，所以都用掉咯。冇跟那嘢嘅物件派out，所以我入去做，然後我大條這是，頭前先。哦，這是減，水都係減嘅大。這是 gas 嘅。哦，gas 咪貴咯。這是 fashion watch 嚟。新加坡對300幾塊，呢就是個哦，貴本咯，貴哦，新加坡對300幾塊。冇嗰個10%。哦 ，OK。就面新加坡對100幾塊，就面是150塊嚟講。300幾咯。哦 ，OK。那就300幾啊，到400蚊啦。佢嚟 cashier，豆哥佢嚟 cashier 又嚟卡尖啦。你講知啊？隻樣嘅，是唔是隻樣嘅？冇，你話獵，同埋獵係卡尖啦，我拍佢啊，一筆你啊，嚇。隻係咩？呢個入水。就是入水。等我看一嘴講依家做咩事冇明白，做咩事人 collect watch，都俾每啲嘅都白啦司機講。我是冇，因為我是看水，所以就是我買。Well done。我是屬於。Hello，好呀，歡迎。OK，你是 OK，伊是你是屬於情緒，因為伊成個有成個 accessory，然後成個情緒本啊。嘛，比如我有一陣時我有一陣時是跟他帶嘅Mi Band，所以我唔係講我帶Mi Band 有2-3年啊。哦，帶 Mi Band 啊 ？Mi Band。Sorry， 我想帶 Mi Band 做工嘅小情。我希望咯，我是咪俾人敲我噃咯？Sorry， 我明白。不，我頭一擺聽到人講 Mi Band 啊，所以記住 Mi Band。OK。是你講是你 horology 嘅 community 啦，錢手錶，按照老人錢個錢手錶。伊嘅手錶是第四粒 the smaller device that lively on your wrist that you can wear。係咩意思？伊是第四粒a device with all the mechanism。所以成個 gadget 嚇，第四 gadget。wearable gadgets yes。你咪講 Apple Watch 咪啦，你講mechanical watch analog watch 啦，依家93名。M&N 講伊是個 Casio F91W。佢是Osama Bin Laden 嚟做炸彈嘅咯。Oh my god！ 你嘅有你 knowledge 你知哦。你就係講佢哋手錶還是去 US 啊？還是 suspect？你是老手錶嘅姐姐嚇，伊就隻你手錶先嘅，隻隻嘅。哦，原來。人講你是 God tier 嘅手錶。哦，這是天光嘅白油係是講。TIER。哦 level 啊 level 哦 OK 係咩意思啊？做咩事？一隻好事啊！手錶個枰蟻個東西，個枰蟻個大地下萬陣龜呢？哦，那這個 Casio 萬陣龜手錶，或者人講到就再次這是啲 F91W 啊。F91。OK。你啷到底live 嘅人，我直接幾人到底 live，原來是啷感覺到啷暑假係咪手錶嘅，啷幫大家邊，還是你頭隻手錶 first watch 係咪？頭隻手錶，等我再看阿德，你頭隻手錶係咪你叫？哇！我係 Mickey Mouse。
我係 Mickey Mouse 隻股咯，你 Mickey Mouse 手錶嘅都辦，你 Mickey Mouse 手錶，我冇嚟除掉 classic 嘅，即係講 Mickey Mouse 嘅，特別貴咯，真係貴。我去 eBay 除，變咗 collectors item 嘅嗬。對 collector item，冇便宜啊，4-5千蚊啊。哦，哈，喂，嚇 classic 嘅，一入邊一張嗰度燒掉啊，John。冇啦咯，我冇喎，我是唔是有 music 嘅？冇 music。美國公，有一個是美國公司啊，美國嘅 watchmaker 出嚟，佢未記咩咧，寫隻 classic 一隻水啊。OK，我係唔知是係咪我到底幹嘛俾，唔知是淨係嘅啦，我。因為我 uncle 未手錶嚇，未，我都看到手錶，我話個買啦，suggest 唔是講10啦，suggestion。唔要緊10嘛，唔要緊當緊落哦，呢隻係咩？我有啲壓佢嚟啊，等我看。我去 engrave，我 engrave 一個 Islamic 嘅。哦，一個月鳥架車。哦，我一隻 brand 咩？依個一個兩斤嘅，你 OK。你你變過來是手錶，哦，你壓落去，哇，水哦！自己人家小手錶啊，嗱世界都明白啦，當佢，你應該做手錶，無相款，你來穿衫無相，佢會使換隻誒，你變咗成個 self expression，成個講係你係咪啊？成個accessory 啦，成個裝飾品咧，成個情緒啦。情緒個攤擴點先啦，嗱。我 try 過 Rolex 啊，冇啱成老隻嘅啦。哦，呢個 Rolex 嘅 design 跟得差唔多像嘅嗬。未啦，我前個2年先係老呢。一個驚老哦，人老一個驚老哦。驚掉啦。你話 Uncle Status 就係 upgrade 去 Rolex 啊嘛？冇啦，馬路前裝嘅即是J.J. Lecoq 就卡啲視覺型嗬，伊看那個 artistic。哦，較成個較 fashion 咁冇啦，較designer watch。dia kena dengan jiwa kita lah, jiwa seni kita. 個下伊個嘅型啊，個嘅款啊 ，first watch，OK， 這個 OC 講 first watch 係Seiko，แล้ว Alvin 嘅 first watch 係 Casio。Dice family, I wish I have Casio Blue Phoenix. Oh. Huh? Casio Blue Phoenix? My first watch is Baby Watch, Baby G. My first watch is Anita Yen limited edition. Surin 啊，Surin 是Tomoko Anita Yen limited edition. Anita Yen 係咩嚇？明星啊？香港嘅 actress 啊。OK， 我知咗嚇。袁靚靚嘛？伊名袁詠儀啊？我知喎。係你係咪嘅波啦？佢叫嘅波。張智霖。OK，咪成功。等陣我 music 就得咯，賣我條 band 肯定，我唔使煩緊就掛。但係我仲講 Casio Blue Phoenix 上嚟。對Dice family 個 I wish I Casio Blue， 安怎係 Casio Blue？是啊。哇，水哦！斜講咯。斜講，跟住我講咪夾下人夾下你頭就手錶上面記咗埋清你記你手錶上面頭就了。我未記啊。你未記你頭就手錶上面啊？未記啊。你有Mickey Mouse手錶貴哦？冇，應該係冇啊呢。住諗擺有貴Mickey Mouse手錶人去抽。哇！你是最？Wyaling 加93字 ，because 他暫時阿龍有我會叫啊，就特別就係估啦。嚇，你白啦冇啊？我真諗嘅咧，冇燒掉，冇試過清字粒咧。是咩？你有啊派記嗰度？係啊，點解？他暫時是我姨有去迪士尼姨去香港嘅時一個啲俾學佬嘅一個 Mickey Mouse。哦。衰咯，睇佢啊！嚟德嚟講啲手錶就係德驗咗手錶啊，你看 ready 啊！你我會記啊，我除掉，我未記講，我燒掉到邊啊，我係手錶。這是你頭一粒啊？
伊是應該算上是我頭一條嘅，伊是 Villain of Ulo 啊，唔知係咪票嚟？I think 唔知，I think maybe 是隻 black 票，or something。即係電台還是轉嚟呢？電台。電我看者。嚇，嗱，你看隻手錶會傾，佢會知啊。哦，槍 ，sorry，係咪槍？槍嘅應該是，我估咁㗎。槍係咪？特別我是係講是去 workshop 買嘅，所以但我個冇聽過隻 brand 嘅，but then anyway 是我係沒關係啊，馬路手錶啊，伊還是伊，人哋講啊，伊ticking還是伊 on time 啊，都沒關係。啊，沒關係，正槍啊，走清啦。我本地是嗬，如果這裡是我中學嘅時，我請嘛。แล้ว所嗬伊係啲 metal parts 啊。嚇，一條我去 remove 掉去，所以 fit 嗰時，一把路嗬，我大了啊，我除掉到對啊 ，from 我唔知到落嚟一個坑嘅位，我是除掉到對啊，我除不掉伊係啲鐵啊，แล้ว把路我被 fit 掉。他咪鐵得隻鐵，我會被 fit 掉，一個鐵鏈，一個鏈啊，一個鏈啊，你睇到？嚇，一個鏈我除不了。AliExpress 有得除。AliExpress。但係問題是 ，I don't know 咧，唔知伊準無準咧，伊係啲伊看到，我就係你先看伊個頭嘅位嗬，還是伊變過來，伊還是有20mm，還是18mm，哦，有寫誒，幾了啱咧？阿妹啊，嚟，嗱，我條物件啊，看伊後尾就係 mm 寫。你還是唔是 integrated 誒，一個 bracelet 咯，你會換嗬，你會趁除掉咧，還是伊是 integrated 咯，伊 join 個伊 body 就係迄個就袂啦。伊就免就講伊個頭誒，那時你夾咧就物件，安尼有一個尖啊，然後細條。So I think just get it workshop 一樣 change 啦。I think 會有出不掉。你有看到伊有寫到隻 mm 喎？你知唔知？我除冇喎，是看冇。你也潮，吉鳥，哦，吉鳥，哦，OK。特別有啲手錶有寫嘅後尾，寫係咩名？冇寫，較濟是冇寫啦。digital 嘅有寫呢，即個 classic 嘅較濟冇寫。OK。所以你條買迄種會潮啊！我有伊家廠一大啲多，我係。我知伊啲成後你叫你成後你壓一個就最多spread 後你嘛。對。OK。像我講嘅是一粒。哦，這你咧個2000人頂無啊！我一定都唔知咪繼續票。我想行落下路，因為多 US 嘛，我行落下路，你去去買啦，到時啊對。會使咩？那袂使。伊得到去買，你是對咩？嗰啲eBay 去買啊？應該是多eBay，伊是多 LA 還是 Texas 位啊？未記咧。哦，特別 online 買啦。特別 online 之類這邊唔知驚拍無咯。冇啦，伊那 online 話買咧。路邊會使啦。你 message 我講下，等我教會是嚟 anniversary 時間教會。你清醒啦，你清我清掉下。唔係啊，我嘅記啦，你講你就清，你 baby 經過這類。有2000幾，有4000幾Malaysia ringgit 啦。我是500幾塊美金。是咯。喲，死我驚哦！咁貴呢？物件我唔係清貴500，我真係唔係清貴。你 saving 有2-3 million 多嚟銀行，你驚咩？即你知我 saving 有2-3 million 嚇 ？Of course，頭我講嘛，點知？我就是講2-3 million retire 咯，咁寫大家。你咪計時，嚟講。2-3 million 我 retire 咯，但係做 full time 變嚟學見咯，個單個特質嘅咧。你 Apple share 落接，你 Apple share 佢你嗰啲算啫。Apple share 冇講就正呀，我做人屌你啊，part time 個，定到時講個有喎。So humble，個笑掉，冇個啦。我那是3 million，哇！我有3 million，我很少 retire。嗰時你冇教喎咯。3 million 冇教啊 ？Ringgit Malaysia 冇教啊咯，冇教。我3 million equivalent 咪是特別34是12號。我未記，我頭我腦袋想到34-48，特別係36加48。34-12，所以12 million 咯，夠啦。特別當然累我哋啲減，
唉，这死人笑诶。Anyway，AG 是一句 AG 无你甲来 AG 你是装？功夫惊。哦，功夫惊，上个功夫了成就表哟。有，你有成就表啦。有，我 hobby 诶嘛 ，hobby 诶。你 hobby 你 collection 你甲8箱，你有燒有燒。啊，你燒一個，你手錶來開下玩看者，淡仔個8好玩看啊。等陣啊。哈。安怎我會哈？安怎無蝦米去？安怎我？你 camera 無開？我未開喎 camera。你未開？好。你鬼遮 camera lens 啊？未喎。你到手錶啥物？無，我家己誒即個看，I mean 我看到家己，特別我知我 camera 是看唔了，唔知安怎開咧。哦，你等陣你要出來，你是做啲手錶呀？啊咪，你做啲電話呀？我啲對，我電話我袂曉安怎開。電話你是 Zoom 電話啊？啊！點你當然去你 camera 位啊？你自己 camera 你咪是 try to 換你 camera lens 去頭前 camera 你換下未？換了啊！換咗出來咧是佢 turn on 你 camera。等陣啊，我 try 看下。你 try 下先，你去做下先。我看別人OK。一等陣我看個有，當然是幾人啊？我John 七人來啦哈。我I think 有一個手錶人無人講嚇，Swatch ，Swatch 我有借，我定當時全部我拍起來。我梗係借嘅。你都有哦，你有哦。我定到我就刷咧是互人行噶啦。哦。哎呦，講起 Swatch 我佢又我係 Swatch 啦。Swatch 定到是唔知100塊幾兩年嘛？係。Hello。即係定到100塊就貴啊就。As a plastic 嘅手錶咧，個手錶會起咯。collector Swatch 掉。你特別然後有出係咪version 有嗰啲 scuba 啦，有 musical 啦 ，automatic 啊 chronograph 啊，咁樣嘛俾嚇。我哋都。你係先嚇。哇！哦，你 Keith Haring 嘅嗬 ？Is it Keith Haring 嘅 ？Keith Haring 嘅咯，我咧應該是冇斷貨咧，冇去咧。哦，哇水哦！哇，我買是 plastic 接嘅喎，我係是。冇辦法。哦，你買隻假線呢？我聽到我對面是 since 90s 是。伊個 watch face 是參加伊個 band 上 design 嘅，然後對。你睇乜咧？我去啊，你看。哈，來。行。一隻。So after 這樣是我的，哎呀，買死我。有人淘汰去啊，所以你就買啊啦。係買collect啊。等陣我看佢，等陣一句人，等陣Omega 叫 Omega，anyone go queue up to buy the Swatch กับ Omega collab 誒。我這咩？佢都唔是嘅。佢都唔嘛是係 Swatch Omega collaboration 嘅嘛。Omega 等陣，哎呦，入去做。Swatch 會見驚。係咪嘅就講咩？買正嘅是講哦，拜靈嚇。佢是你家不得嘅喎。係咪嘅不得 ？Omega 加 Swatch 嘅 collaboration 啊？做咩？因為伊 quality 是 Swatch 嘅 quality 啊。對，迄個。伊是係名嘅嚇，伊是係名。係 Omega 名。Omega 手錶是較貴嘅啦。嚇。這個是1993年，我係頭接手錶啊！我中學時我係先白單做工買一粒，我會驚到個，特別冇電頭。就最邊嚟係 Shakespeare 係唔是 Shakespeare in 呢種啊 ？I don't know。แล้วแต่มาOmega我just講伊是因為伊個手錶個有伊個 box 每有成個產品 design 咧 clear 嘅 box 是產 design 咧。伊有個主題嘛，古早。這是上個人老布布嘅啦。
是啦，對 collect 咧，冇想。嗱，正 class，這是 classic omega。 irony 啦，你冇錯咧。是唔是 Swatch irony 啊？我唔是啊，冇，這是 omega。哦。然後看你 Swatch 啊 ？Omega Geneva， Omega Geneva。係啦，看你 Swatch 嘅 collection。你咯。OK，這是國際。我幾粒呢？嚇，我少幾粒呢？嚇。冇，咁班佢都看4個粒咪是咯。你是假4年啦嚇。我那時我點解是佢哋諗咩事？我哋都700塊99塊，是 below 700啊，拜清你講咩？然後後尾就做來做貴啊。我會記得 last price was 739，係你 the basic 嘅啊，嗰個上 price 嘅。哦。對，古仔得bằng gì nè。739，that means 我記我訂到是成700塊呢，是。I think before key 739嘅時 it was 99好像是。哦，我走啊，未怪。733個，733個咧去739 99你對。Swatch 啦，Swatch 啊，這個咪是 Swatch 咯。哦，哈哈哈哈哈！哇，水哦！了。但係你我 actually 我冇講即係 irony 嘅，即係 range，我係 boring 嘅。冇，這個我是多 cash converter 俾冇個299塊呢。cash converter 係咩意思？人一定要佢俾嘢係你貴嘅，咁樣對嘢啦。哦 ，pawn shop， 哦，明白。嗱，這個咪是 Swatch 咯。哦，你有嘢水？水有 colour 嘅咧。你有嘢想講係 omega 嘅。你 collaboration 呢？即係冇啊！即係 comparison 呢？即係 stopwatch 呢個？你意思 analog 係啦，依超尖嘅啦。我依個是你後背 battery except Swatch 嗰個是叫 battery except the automatic range 呢，係你就是有係你 dial 到後背，所以你手叮當是 e-charge 的 watch 啊。嗰隻係咪？伊講我是個 Rado 嘅 Captain Cook 白馬哈。喲，佢哋水啊，佢哋。路喎。冇多浪，佢哋是流質嘅手錶啊。Sorry。阿涵歡迎阿涵。嗨，大家好。你平時有穿手錶嘅？我古代有，特別我當今有我嘅 risk 啊，有 allergy。我有 contact dermatitis，所以我未穿。哦，係咪物件本未穿啊 ？Anything 還是有 certain surface？係咪物件本未穿？意思有物件熱到嚕都會紅個帶，是唔是？對。因為我 allergy 個嘅 sweat。哦。Pain is beauty，嗱，我咪是對。得啦，啲嘢清。我這邊見到最 scarring 就是穿手錶嘅咯。對，我講到這，我會講起啊。你叫我哋攞嘅就是人當幾人下節攞34個6。等陣6人到阿涵6人我哋攞嘅冇夠7人下人7人嚇。我哋攞嘅就是人穿手錶嘅時候定到嘅時。一前日來記，一成日是個叻女垃圾，然後比一隻臭嘅叫，我攞個比哦，你超，Justin 嘅媽咪啊，呀，冇一成日你多仔比，你就多仔比，對，啦，歐朗，沙本啦。a bit sabon sweat แล้ว我唔知道啲班嘅時候，你嘅 mechanical pencil 頭都靠一直演出來，哎喲，幾呢個事！誒，呢個 episode 古則阿 John，古 episode 阿 John 講攰咧，咪是拗？係咪嘅？講到咩手錶靠呀？嚇掉啦！靠手錶嘅手錶曬，掉 lucky 手錶曬，咱隻 episode 特別講手錶曬講。我手錶size，哎呦！所以你手錶，所以我有當時嗬，個唔是手啊，你即係往時當穿嗰啲鐵嘅手錶呢，啊老慣啦嗬，咪你即係就老慣啦。佢老慣伊個鐵伊個係夾起，然後你變咗伊個靠類配就真疼誒，以前啊過熱你知道？
對，因為你 material 一樣係咪 grade 嘅 metal，所以你辦二手錶咧，即係我暑假情說就是因為 plastic 嘅時候 ，plastic 一個 good 嘅 surface， 一邊嘅夾。因為前期手錶，一大擺伊想畫你看啊，你我個俾個辦二手錶嚇，伊定係是個肉咧變咗搓去啦，然後直靠住我手就硬，所以我別但係那個流汗就係呢，所以我後尾是我就有 handphone 呢，我冇穿手錶啊，因為我就攞穿手錶嘅。特別有 eczema 嘅人穿手錶真係極神呢，硬嘅了。夾帶硬啦，你話，你有聽到手錶冇上嘅手錶啊？韓，你成日情緒啊？有啊，你個燒掉？有，等陣我去夾。嚟啦！我所以我阿家字，我去讀中學時，我個情嘅檢過，然後because 我冇 handphone 噶嘛，唔係我大學時我個情過，然後我做工出來做工嗰時有 handphone 了都 ，because 你按照你們看點寫嘛，你那時有 handphone 有點時間嘅，我就買穿手錶啊。我做工到 Apple 時冇穿嘅檢過，人哋需要，特別我穿嘅我直接鼻看伊有嗰啲大仔鼻哦。嚟啊！所以你穿 Apple Watch 嘛，個真大仔鼻哦。冇啊 ，Apple Watch 冇大仔鼻。因為 fabric，你用 fabric 嘅鼻咩 ？fabric 未成落機喎。一熟啊咧，淡咩？哦，人 Apple shareholder 嚟，你解講就快，伊唔是講 Apple 好啦，你咪解講字。我唔是講 Apple 好，特別伊嚟講，你咪是寫咯，你咪是寫嘛。你一啲是係你叫咩嚇？伊啲係咩嚟嚇？伊係一個 glass 特別 sapphire 唔係咩 sapphire glass 係咩嚇？所以俾你個咧係細嘅嚟寫又會。你借波啦，你叫嚟借波依度手錶都冇。哦，你就係你 Apple 係你 strap 啊，伊係你 strap 伊嘛有係你 button 係一粒喎。嚇，我係 crown 啊 crown 啊。嚇，伊係你我未crown 伊係你，伊係你伊啊，做印度嘅手印淡硬硬。哦，你是講伊後背，伊就咩是 sapphire glass 嘅，等我開下兩看啫。冇唔是 sapphire glass，伊嘅 strap 嘛是有一粒嘅，講伊係你 sport 嘅 strap 啊，伊嘅。哦，你是講伊你講個手鏈嘅。手鏈嘅，伊後尾一地鐵後你插伊坑落去嘅，伊就靠大坑，特別伊後尾，因即係頭前是立鐵，啊後尾就伊靠我邊，譬如講邊啊？對嚇，係你嚇，即粒喎，即邊有可能有垃圾啦，一邊正後尾我看到啊，正後尾淡薄垃圾。你邊看到在邊喎？冇大仔味喎。誒，仲有咱問你看，迄個 Apple 嘅 sensor 嗬，還是上個咱手特多嘅嗬？嚇，我穿過啊，伊袂detect到之類。哦，佢一去食，伊是用看食。是咩？哦。所以未看到你咩？你黑咩事？黑別咯，還是參O2啊？哦，誒，O2我冇啊，我手錶只舊，我冇O2。O2誒，我只舊啊，點我今年就買買啊，因為我already pass 今年買買啊，是講人哋話8個月呢是我 inherit 我請伊手錶嘛，所以我當然請掉手錶 sentimental value 啦，แล้วI think 今年我就買新嘅手錶，因為我 Apple Watch 啊，是 Apple Watch Series 4呢，就我個記嘅，只舊啊嚇。誒，你會打係你估啊，伊 battery 會打。伊 battery 冇咩打咯，直接就揸上刀，所以我請我拜咯，我拜個打。咯，伊 battery。特別你識換嘛？你電腦特啲換，所以你一直手錶冇特啲換咧。累用了啊嘛？你上我好嘅成日累啊，你看啊嚇。12，我上你上累呢12 million 啊。哈，那阿明，誒，我同你講buffet嗰時，即係 pork free 啊，會使嚟啊，會使食滿啊，我嚟猜，Nyonya 個本 logo 本來嘅 delicacies，OK？ 係咪 hotel 嚇？我到底Citadines，嚇 ？Citadines 就你先呢就新加坡嘅人嘅頂時，
Citadine 等下你看伊 website 掉落拍廣告啫，這是等字掉落。special rate 我有 special rate 特啲 Citadel 合併 Citadel Express 是 Express 啊 Citadel 班機對 Citadel Express 嘅對面你去邊咧hokkien.com/自集 Citadine Actually 哎呦我係告訴一頓即係 actually 你會讀呢你讀咧是真你真去問 I mean 呢是 French word 嚟嘛呢係阿龍讀啫 Citadine 所以是個 Citadine 咧馬來西亞人咧就Citadine 咯Citadine 有嚇Citadine 有所以係咪咁樣有沙甸好啦係咪沙甸有Citadine 所以咩個嚟？你去伊個你看我嘅 website 有遐伊個 special rate 你去看伊個 rate 喺邊班機啊你10 million 嘅人你去看即特別 block A 是我人 activity 對 block A 所以你去看下邊邊咧hokkien.com 就/自集有呀 how to book 有嗬有 instruction 講按怎 email 注意然後可以係咪 information 解講邊咧hokkien podcast 有 special rate 然後這個唔是 man pre 這個 man prepare 即係是你去 check in 時加好呢一個報價你就點邊所以貴類哎呀等你自己去看啦對你嚟講係我就是冇包含到看第班機當第班機咱看 block A 啦嚇第班機參 tax 嘅了啦是332塊啫咩了若是講你要 two bedroom 嘅two bedroom executive 嘅是600幾塊studio studio classic 是我大嘅 studio classic 是500塊啫咩 Studio Classic 嚟多去看แล้วเรา去 check 看咧 hotel 咧你買到係咪唔會使你愛去到 Express Neo 係咪唔會使即係唔是 Express 嘅咩 Neo Plus Neo Plus 加另外一間係咩係咪 Express 啊是 Express ลอง係去到係咪特別你係到啲是咧你咪是計我人做留作咯 because 我是貴 weekend 嘛係 convention 嘅嘛我3支 convention 拜等陣好個仔都嚟啊！如果就是只借成個路呢可能人，你一時過一時間嚟講，哎呀我唔知喎，因為我在攏聽，邊啲學嘅人是聽佢知道，就是邊啲學嘅人聽，就我特別冇對佢聽就，所以姑姑嚟一擺啊，所以人會記嗱11月11號、12號、13號，問講我冇講，冇照 OK 佢邊啲學嘅人就講寫字執啦。邊啲看/自集啦，當然係被斷了呢，讓到定掉落有嘢是好啊，那是老咗啦。OK，來講到對，book 起來啊，11、12、13，然後拜我時呢，咯拜個 check in，然後拜1個 check out。你 activity 拜個 start 了對，拜個 take leave，cannot， 拜個禮拜六咯。拜個落嚟是咩嚟？拜六 dinner 是嚟咯。冇拜個是去 prayer 呢嘛？嚇，你咪嚟正你 be prayer 邊啲冇啱啊？邊啲冇 mos 啊？我咪就係你 activity 啊！你剛剛我冇，我阿妹呢普吉嘛，搞到落去。就是係咪？這是你 chat 嚟玩咗看隻 chat，是我被看到咩 deal uncertain working schedule， 這是講嘅啊？哦。咖喱밥咖喱밥嗰仔係咪？DN啊，咖喱밥講咖喱밥 for your support tickets for 咖喱밥 and due to care we may not be able to attend the gathering due to our uncertain working schedule。哇喲，哎呦，咁時啊，一說一杯攞掉單支持我，特別唔知會來未來。真係是講你未來嚟講，我希望你會來啊。但是講你都好未來，即我真有隻 shadow 咯啫。但是講你未來嚟講，嗬，那 maybe last minute day 可能咯。第二人是咪咯？第二人咯，第 open 嗬 lucky draw 就最愛來人被來是支持，感謝，伊特擺就支持嘅，感謝，感謝你咖喱밥。嗱是講我是希望你會來啦，嗱是講你會來 last minute 你唔來咯，
特別我特別解人講，人 separately 嘅講 ，because 我特別10個我特別解人confirm 我就知會啊。OK， 嚟講到手錶，感謝，即個嚇，即個咖喱밥，自己咖喱밥就好嘅，咖喱밥特別對眼嘅，個新加坡女 OK。唔會，感謝。OK， 手錶，咱無事甲穿手錶，我講我無事甲穿手錶，就是咧大細味加伊鐵隻咧是刮你吧，咱講咩叫無事甲穿手錶？I mean even though 你穿手錶不好，你感覺無事甲嘅所在是咩物件？都驚卡掉咯破咯。應該是靠掉，還是靠到壁哦？係靠到壁。唔知做本是弟弟做破啊！做破你手錶阿達講者，錯咯，我都拍緊好嘅事。我 basically that's the reason one of the reason why 我買穿手錶去啊 ，because 我個弟弟穿一個弟弟偷，個穿弟弟偷，然後常弟弟有 sport activity 啊，然後弟弟有你 active 嘅人啊，特別 active 有 active 嘅手錶，依個靠眼頭都未靠掉嘛。就係咪 G-Shock 咁樣？特別 the thing is because 伊人你去做 sport 喎啊，因我唔知啦，我係學堂啊，我係老師伊人會叫你偷手錶係咪嘅咧？你講你哦，對，我感覺真麻煩，弟弟愛偷，有時候 in the end 啊，免啊，我弟弟愛參加，弟弟愛去activity 喎，然後個弟弟冇穿安尼啫，所以咪想免穿啊，你講。哦，แล้วกูแล้วมันถึงยัง uncomfortable กี่มั้ง Oh my god！即係，聽住 sorry 我頭腦垃圾。嚇，你問講咩？偷幾偷？冇，啷做迄個鹹濕嘅事是啷偷手錶哦，還是偷手錶？偷啦，應該是偷啩。阿龍講咩？阿龍，我有聽過，因為我有捌人是做即個趁食嘅查某。伊家己愛有好嘅手錶，啊，比如講伊特別伊看手錶，有當時伊個袂使播誒。無是伊有當時講接起來啊，又袂知點聲。哦。如果是一點鐘幾百塊嘅話咧，伊就會知點聲，你袂使幾點聲嘛。所以人是穿條手錶去做嘅。我有拄過朋友講過伊家己嘅事，互我聽。哦。伊講人 make sense。等陣，我 before 咱講到啲正常擺嘅時要穿手錶啊。正有時伊個袂記看手錶。正三擺，冇，特別穿，你知咩事哦？你去爭 AC，你手錶人淘汰。哦。你免也好嘅手錶出去啊嘛？特別有當時有個人揀是你手錶嚟咧。你去 dating 咧，你嘛愛 impress 你嘅一個 opponent，你無可能穿接嘅手錶嘛，伊嘛愛甲你摸。是看面嘅咩？冇咯，有咗就是看你嘅頭毛，看你穿嘅衫。你未講嘅嚇，對，成學長講你講你，我是有一個 story 是伊講吼，伊請一個迄個囡仔囝咯，就係到伊為做工，你用是迄種printer 嘅 technician 嚟嘅，伊請，然後讓你都 on 翻啊，但這個囡仔囝 actually 啊是有類人嘅囝嚟咯，就係喎 ，because 吼，伊穿嘅手錶是 Rolex 嘅手錶，然後伊嘅 bag。是唔知係咪漂嘅 bag 嚟啊？因為伊個漂嘅 bag 啊，伊叫嚟燒喺ตู้嘅咧，都係變喺 bag。然後伊只去樣成日講做 shift 樣去做種 printer technician 嘛，樣成日去 visit client 嘅位啊，然後去做嘛。然後伊 feel 講係咪數係你隔離話你 office girls 啊，你看到即個大波囡仔都知無？就講即個大波囡仔真好看些咪啊些咪，一佢有陣時有一個係你。甲家婆嘅lady 到迄邊都來拖迄叫我朋友應該講，你這個囡仔囝當到出來嘅，伊蝦米事穿個了，伊手錶 Rolex，你見迄邊有票嘅咪？你講嚇是咩？我唔知哦。
แล้วก็係是伊樣汽車嘅是因為伊嘅是，佢嚟就係講原來伊 actually 是有類人會行嚟嘅，然後伊是 just 做工當迄邊 just 過節安尼款爾。哦。แล้วจะไปเจออีเตเขา是 Calvin Klein 還是 Calvin Klein 講係people 講I strict ego 啦，是 just 看到伊穿嘅啲 bag 嘅 bag 啊，穿嘅下啲 watch 安尼款爾咯。是咯，冇路人真係很少。哎呦，我當晚那時咱無看到伊 chat message 等嘅時候，你知咱個我唔是講係咧咖喱爸啊，安怎你坐？感謝你，一地吼 ，Oh my God， 你坐女我地，特別我安怎看到嚇，當晚時咱唔知吼，我寫少少到276塊美金啊。感謝，我當到冇得攰，真係俾包攰掉。你使買 Mickey Mouse 嘅 watch 咯？哎呦，感謝你，感謝伊隻支持啊！伊感謝咖喱爸。哎呦，我希望你會來咯。I think 啊，你那是安尼 status 上應該你無插你會來未來，滿好滿來啊！我假定這位，冇伊對我 VIP 嘅舊年，我 already 會驚，我係 already book 嘅內 seat 咗滯哦，so that 我冇插你會來未來，我們 book 內 seat 好啦。哇！冇 red carpet 可以，嚇，特別 red carpet 啊！感謝你支持。誒，我坑亂還是係買手錶嘅人嚇，亂盡量買fashion watch。Fashion watch 意思係咩？像 Swatch 那個 fashion watch 哦。Swatch OK 個，因為一樣嘅，即係款式加 quality。你是講一部準係點先啊？就是一上加即係 H&M 嘅手錶。Boss 啦，Guess 啦。哦，迄個 Guess 唔是啊 ，Boss Guess 無算好過。佢了 fashion designer watch 買俾對好。哦 ，fashion designer watch，除非一隻。講到是叫人講特別買迄個 watchmaker 嘅。watchmaker 嘅手錶啦 ，OK。間好驚，你咪講間好驚。冇，我講一個 hobby 啊，你慢慢入去啊，你會起見嘅。嗱，百幾個手錶，你啊，這個手錶間好驚。特別有鐳嘛，梗係起嘅。80萬攬咪啦，80萬攬我俾80萬攬咩？情落豆一批嘅。你個玩咯。嗱，just share 者啦，這是我 last week 俾，不過 OK，Seiko 嚇。Dive watch。Dive watch，OK。所以 that means 伊個點未派啦。對，迄個是200 meter，OK。OK。這是 actually the short story shortly 就是 actually 這是我嘅ultimate 嘅 dream watch。啊，你有啊？你 ultimate dream watch 有啊？冇你個買掉啊？幾時？有買掉。幾年啊？這係咩？Rolex 哦 ，Rolex 係咩票？係咩 model？ Submariner 啊 ？No date 嚇。伊是40還是12啊？你40嘅。40 OK。40係咩意思？40係咩意思？伊較大啦，是 diameter。哦，伊 size。OK。誒 ，Rolex 第三每款安尼係手錶，這是新嘅，你買新還是你買伊部 discontinue，所以咪是較貴咯，你買呢？冇啦，冇咁貴啦，伊是特別Rolex嘅價錢嘛，你唔是落咩？落淡薄 ，that's why this。誒，我要知agak貴啲嘅，你咪講個agak貴啲呢？解講嘅機咩後邊呢？咩後邊呢？OK 啦，30幾千。幾千？30幾千啊？嗱 ，Rolex 係幾錢啊？40啊？冇特別掛路有包，買 V 一個買 V
咱唔超標是 My V， My V 一頂，啊，即係 My V 一頂。多啦，冇夠啦，把攞 My V 起嘅。Rolex 咪係 key 嘅。curious 啊嚇，basic。Biga aneh kon aneh price 啊，lu si installment or si 還是學 cash 啦，係我 installment 啊，乜都能開。哦，即係冇得學 cash，超標冇 installment 呢？你俾即係超標，等陣你是愛因為定呢啥事，一頭學咯。冇，base，你講先，你聽，咁乜個波上？其實你 Rolex 係 authorized dealer 哦，是 unless 你because 我有我 customers 啊，我 customers 有樣是迄種較 regular，所以樣 if let's say 你是使種 doctor 啊 surgeon 啊，啲人樣食劇啦，啥嘢食劇？啥往安尼 walk in 呢，伊是無關你 unless 你有 purchasing history 個樣咯，就是講伊叫你買一個，你去買，伊叫你買迄個，你買下，then maybe 會下，so but again 我有 friends 安尼佚佗啦，所以迄種真是鬥會咧啦，所以伊樣是買甲幾十千嘅哦 ，finally 伊個接到樣嘅上個一粒啊呢？下跌啊，哦，所以下伊個盡量嘅 maybe one year 係你真努力安尼看。哦，所以你特別食劇依家有必要攞嘅，你愛常常開類。嚇，正 actually 正黑暗嘅啦，因內邊，所以我 rather 外口買甲貴人報，買條 waste 買嘅。I see。就是那款，就是那款 Rolex 所馬路真係只能買割樣。哦 ，because 伊是上家係咧，像 diamond industry 那款本樣燒毀，差係慣的那種時。你是嗰啲好嘅人啊，想食劇啊，樣好多 priority 咁啦。即係 exclusive club 咁樣啦。你有累本，就係 work in 伊無休路嘅啊。哦，你是講伊 Rolex 嘅店啦，是講。對。這啥物？這是個安哥啊，這是。這是石哥啊？這啥物啊？這啥物？你去叫啦，你會來？Oyster。這位是 Rolex 啊 ？Rolex Oyster。水喎。這個水質量盲背，please 質量來。咕嚕，我知咕嚕。資料是第一達類。這個是較 classic 嘅啫。30幾攤買掉啦，10幾攤買掉啦。哎呦，我小妹。阿涵。我小妹一個真係白母嘅問題。係咪白母係咩？那是。白母啊，成個是冇厘茶，冇厘頭嘅，冇厘頭嘅三百啊，問題。那是一個手錶，都是也 tell time 嘅，你做咩事愛暑假買好淡薄嘅手錶？就你是講做咩事人買 Rolex， 特別我有淡薄 explanation，but good question 唔是無厘頭本，即 good question， 你要了解講手錶嗬，唔是干那看點聲呢？手錶咧 for 打波咧是一個 accessory 個 status。因為咧，但我未聽你講，安怎伊做你感覺就成個我情不連啊，可能係 feeling 是唔是？因為你愛接 ，OK， 你愛接一個上流社會嚇，成個 elite 嘅 group 啊，也有一個 club 阿邊嘅條。所以頭一項我記得我 experience 啦嚇，我唔是話啦嚇。但接起咧，你係前石膏咧，前 Orient 咧，咪了咧。人看袂起咯。對。你會去係咪 club？這是係咪 club 嚟？你是成講講，我是你在 industry 做工啊，成講有成個，你在這人嘅 status 伊是 because of 做工本嘅樣嘅成個，伊成個你不去尋人嘛，你社會出去做工嘅時候就去尋人做去成個講應酬啊，去甲公司啊 meeting 嘅呢，呢是，因為看到你車清晰過。冇啦，我講你 club 咧是成個好嘅人嘅 club。哦，係你是我冇本事參嘅啦，即看人 actually 看人 ，because for example 啦，
for 我 actually 我 start 古早哩我小個嚟 I think about 十幾年前啦，10幾年前嘅時哩 for 我是暑假借嘅了 ，but of course 等古早未 afford 嘛，so 對 about maybe 300塊嘅表咯，so about 你就俾你 citizen 啊，佢哋啥 diver 啊，你可能 just 啥幾百塊嘅表咯，so then of course 我有一個 aim 咯，你是有興趣啦，你唔是講 set 得上面你是有興趣嚇。我唔是俾 because 講哇，最情我唔是。特別你細漢個成日有上愛嘅手錶了，是變做你大漢嘅時，你嘅 target 是較寬，然後較貴，變咗較貴。有個人我做工啊，不鬥啊，我換一個車，迄個車，it's almost the same thing，是講伊無小車嘅人嘛，感覺就講拍生嚇。你買 V 嘛是會換？這麼是會換BMW 呢？可能。So it's more of 一個 achievement，more of 家己爽，家己爽。嚇，伊嘅satisfaction 加啥講？貴件咯，即係你家己賺嘅累啦，你是要做下面教家己爽就係可能。伊 life goal 啦，伊 reward to himself 啦。So maybe 有個人是佚佗other things 啊，人唔知啦。So it's like a hobby，但係我講做嚟做潛落去。拿嚟拿小嘅，係小嘅。係啊。做嚟做去。你咩名啊 ？Sorry。江湖鏡。江湖鏡啊，你會手錶會 taste 啊 ？Salute。哦，等下，你幾粒 Rolex 有哪粒啊？還是個較濟個？冇啦，有嘅我冇收一邊啊。冇啦，我唔是講你收一邊冇收一邊，你我咪看啦，你幾粒嘅 Rolex 嘅了多多，當金。5粒。哎呦，啊my god！你第一貴嘅是唔是大媽咧30幾千一粒？還是個較貴個？暫時第一貴嘅是大媽係嚟講 submarine 啊。暫時就 means 講你個百里嗰個啦。伊 actually 就是地當啦，即係。冇啦，你會接啥物？你會接嗰啥物？AP 啥物？AP 啥物嚟講我聽幾類？呢個較貴啊，呢個較貴。AP 是即個 AP 是即個美國嘅 hip hopper 第一個穿嘅咯。哦，伊啥物有不靈呢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spell。Associated Press 啊。誒，後尾我看啫。They must be great。你乜屁鬼？係咪安怎 Rolex 安怎 spell 都叫我要看 internet 看就啲棒機，迄粒啲棒機應該本時愛有80幾千嗬。哦，一件嗬，一件唔啦，講個成個人嘅啦，一件。這個嗬，這。黑色嘅呢？黑色嘅呢？這個啊，這個啊，這個吧。哦。second one。這個。哦，你是唔是？哦，你唔是金嘅啦，唔是 diamond 嘅之類啦。OK， 你是即係特別一波啊！即係較貨，另外一件啊，一件是1,170,000塊，即係未啦，我未接受。即係啦，即係看一個普通35千美金，但面是幾多？你來看，我以後你看。I，哇！有啊！哇！爽我嘅叫咩？香港嘅叫咧，我都攰嘅，落嚟唔好看過。你怪唔隔嚟嘅人拍超魚，唔隔嚟變得好嘅。多謝你 lifetime，可能被 afford 到有等款。冇啦 ，OK， 等你，喂，入咧唔是正，係咧 AP， 但係咧我 custom made 你啦。哦 ，custom mate 係咩意思？因為我係鳥龜線，迄隻我鳥龜線嘛，嗬。嚇。So，哦，你係綠鳥誒，不是咯？我到底病，了個一個骨鳥。然後後尾有個嘢，後尾有 memory in memory 入面咯。哦。誒，你這是係咪手錶誒？這是 Rolex 本啊。AP 就是安尼型嘅咯 ，AP。哦，你會使叫，這是係咪錶？這唔是 Rolex 啊？不，對那邊伊個 SIM 咧是用個 Seiko 個 SIM 來放落去嘅。伊個 case 咧就是外口是普通嘅 case 啊，伊是對條AP 嘅 case 來做嘅。哦。所以這個是 custom made 嘅。
加什么有人加什么手表的啊？我唔知。借咯，冇咯。哦。แล้วโอเค等陣我個看到對這間福建愛這個第二粒阿杜係咪阿德馬斯比骨，我對你讀嘅嘛，阿德馬斯比骨，แล้ว學緊話有比骨這是個แล้ว encrusted 嘅這定價較貴，這是槍嘅600幾千呢，但係1 million。這正咩？係啦，這正600幾千嘅喎，成日就好驚啦嘛，600幾千嘅喎，這我頭先我看到是1 million 咯，1 million 貴，頭先。哦，一啲 diamond 啦，係 diamond 啦，這唔是 diamond 啊，這假啊，600幾千嘅。鑽啊，冇啦，這粒。槍嘅，奧地馬斯比貴，冇啦，冇200幾千是咩 ？USD 嚇 ？USD 嚇 ，ice box。咗嗱，你咪看咧，批看會使哦。是啦，我是咪看不連嘅嘛？那這嘛水，這嘛水，這嘛不連嘅了話，唔是奧地馬斯比貴。阿 John 面頂唔是看你手錶，是看你不連了。不連了，呢度咁水啊！哦，梗係水呢，你不連我班機這78千人看啊！奧德馬斯比貴，呢個是看 Royal OSS Full Diamonds，OK 是啊？Royal Oak。Call for purchase. Actually, 按咗讀啊，這字，這。Audemars Piguet。Audemars Piguet 啊！你講嘅時冇人知啊，定乜 Audemars Piguet 嘅人知？That's why 人咪叫 AP 呢？哦 AP，OK，明白。乜叫 AP 呢？哎呦，咱去這個hotel 嘅時啊，咱叫 CDL 咯。叫 CDO 啊？叫 CD，沙甸糊，叫 CDO， 沙甸糊，大粒橙菜。哎呦，咁好驚，嚇，攏除掉家己啊啦，這是。我啊是你愛除這個 AP 啊，你去這個華win這個蘇邦係有一間店，伊有賣這個比歐呢賣派本。有啦，真濟啦，真濟，有 a lot of KL 加克蘭做好 resellers，but slowly 啦 ，slowly。特別正搶冇路，行口講咯。A 啦 A 看，有迄個安怎講有。哦啦，這上個路誒。 Even though the once 伊although 樣做啊正真特別。你慢慢去 feel，actually 會看即係看到。哦，伊無像嘅 AP 有無像嘅款啊，伊係 shape 啊。這個 model 咧是叫 Royal Oak，呀，伊這咧一個啦。哦，這是 Rolex 還是 AP 嘅錶呢 ？AP。哦 ，AP 唔是 Rolex 啊 ，AP 是伊家己嘅錶。哦，原來你看我計 misinform， 我計無 knowledge 啊，我想 AP 是 Rolex 啊 ，OK。這個rappers 啊 ，rappers hip hop rappers 同 hipster 樣個hip hopers 係個正宗手錶。哦。Bruno Mars 係。哦 ，Bruno Mars 係手錶 ，OK。是南邊好像是粒嘛。我想就是 Rolex。原來是 AP 是一個嘅票咧，按照呢個知啊嚇，韓按照呢個曉嘅係嘛？你去吹咧？韓機嚟啊！阿杜馬斯。哇！格機嚟，我唔係聽過喎，我頭一擺聽嚟咗。你都冇興趣嘛？我頭一擺聽喎。almost like digital 嘛，都冇興趣這種咧。你睇冇講就 digital 手錶個聲，冇講到聲點冇整啊？呢隻比 Rolex 更加貴嘅物件嚟嘛？呢是 above Rolex 嘅，呢是加。特別我 question 係咪啊 John 啊？
你的 late father before 伊穿这个 Apple Watch 伊是穿咩手表的？哎呀，伊有啊，唔係細個啊，上面 because 我係掉，我掉，我係白是買手表嘅，然後伊特別被清掉，我唔知係細個上面啦，然後伊關係清掉啦。你 late father 有啊，你也是對除咗佢找可能啊，迄個手表真係特類嘅。哦，是啊，我唔知喎。even 是 vintage 啊，古早馬路人笑到對 vintage 物件 ，vintage 細個真係水嘅。是啊，我本是啊，但係我去找古早嘅細個嘅 vintage 嘅手表。咁好嘅。真係水嚇古早。啊。我嗰啲有啲 internet 對。我係啊。聽到。啊我係 friend 啊。伊father 留攞粒 Rolex 嚟正貴嘅。我係爸是報價冇 Rolex 嘅。Rolex 啊。哦 ，because 古早人買正便宜嘅，人買是幾百塊嘅啦。所以古早係類似幾百塊咯。幾百塊嘅啦，300-400塊嘅啦，80就是。然後伊買哦，然後第啲我 friend 看到嘛，伊每包安怎你有這個你無嘅出來穿？伊講歹啊啦，袂用嘅啦，講他袂用嘅，我睇我 friend contact 我啦，伊講會做嘅，我講會做嘅，因為伊講嘅，伊爸解講嘅，伊袂穿嘅，咩見到黑格起啊？哦，粒啊，伊除咗攞粒，一粒黃金達10幾千股，一粒黑格8是。哎呦！哇！多幾項物件啊！所以唔知，未必都隨啊。我了解我係爸是無，我係爸是細個就是出名手表啊。我爸未必你古早係前細個啊，是真係好風光啊！就是叮當時我係白係好嘅手表啊。是啊，是。我諗叫細個。特別我嘅屬嘅 citizen。哈。嗯。但我就是講啊。哈，不要拎嚟。佢叫住最我買 Rolex。真係叫住買 Rolex。不，佢叫住最 Rolex 啊。但好驚嗬，我買每款嗬，一個之前等於個月年啦，一個愛驚愛買加迄個人買迄個 Rolex 起來，然後伊是真正舊嘅，然後伊是做第四粒查某。會使隨講是 vintage 嘅手表 Rolex 嘅，然後伊賣我14,000安尼款，特別伊無 certificate，伊本無 box 嘅。有。愛小心，你都未曉會。然後特別伊是連 model，你帶去 Rolex 係冇的啦。係咪啊？聽冇？你帶去 Rolex 係冇的啦。哦，你叫伊夾。They will not certify for you a Rolex boutique. They don't actually. 伊無 verify 看無成嘅。伊無啦咩 ？They not advisable lah because the sales people there again. responsible. If let's say found out anything, look, you held them responsible. They don't want to do that. It might take the risk. There are many other places they check lah because yang check usually those 老鳥yang 看哦。about maybe 伊只會看，讓頭後尾看伊嘅 engine 正緊嘅 within maybe 你就捌好嘅人看，梗係知啦。唔，伊橋人咧，伊本是買二手起來嘅，迄是橋人咧是去當店嘅人買，去當店嘅位買，所以是人唔知啊，應該伊講嘅嘛。啊，對。伊講，伊嚟老師嚟講，伊買嘅時，伊聽嘅物 information 唔知是。無，伊互我單，迄個單，當店嘅人嘅單。當店嘅單。嚇。Except 你去 verify 嘛？你在 Penang Plaza 哦 ，Penang Plaza。啊。有幾間啦 ，so one of it 你會使可以 verify。伊佢哋暗哥本正好啦 ，maybe sometimes if he good mood maybe 佢講，伊同你合作者佢講阿免啦，因為要個叫俾 Rolex 本嚟，伊佢講阿免啦。啊是 sometimes 博一你唔是到新加坡咩？新加坡。嚇，新加坡我有一 friend 啦，我有一 friend 特別伊是
伊是一個，會使講燒 Rolex，especially vintage，因為伊是一個 surgeon 嚟，所以伊啲令你伊燒真濟咯。I think 我200粒，伊燒啲平嘅，咁樣。你要幾嚟稱哦？要幾嚟稱？換下呐。伊是 keep 呢，伊家己稱，伊是稱迄個 AB 啊，迄個特別，伊個 hobby passion 燒舊嘅 Rolex。哦，I see。哇，你是只 collector 咯。黑一粒喎，伊個 size 是第四粒嘅 size 就36mm。嚇？第四粒是查某嘅第四粒是係咪20粒？我係講查某第四是20粒。16mm。16mm，伊無個再出了就有。哦。無咧，當今第一世是31，I think 31還是28？哦。冇26咧嚇。你講十幾稱是新加坡類啊，是馬來西亞類？Malaysia類。哦 ，Malaysia類啦，Malaysia類嚇。十幾稱 actually 冇安尼拍啦 ，because 十幾稱你等陣啊，我叫你看，伊 supposed to come with 嗰款嘅物件，等陣啊。我計啷計？如果我去會 ChatGPT 嗰陣，了嚇，歪條，我去會 ChatGPT，了 ChatGPT 就講 if 你愛個再賣出去咧 ，if 你有 box 你有 certificate 你有迄 receipt 個了，就更加好 ，value 會起更加濟。if 啦，嚇，意思係你款講 ChatGPT 講 if 你是無 box 無蝦米物件咧，都唔知。嗱，你看，這是蝦米？這是蝦米？來你介紹，有哪看啦？介紹。若是講有壓咧，伊壓就來呢款。這是 the vintage 咯，so it's supposed to come with 伊個口做藍面就是這 OK。Green colour 對。你哋會 special 燒掉，未係未曬過喲。免啊。So it's supposed to come with 這是 certificate 啦。嚇，這是 vintage 啦，the vintage certificate。So it's supposed to have 哦。要照做。我你看伊個出櫃喎，你知？咦？hot stamping 嗎？嗱，你看到？伊個咩 number 出櫃喎 ？hot stamping。哦，係咪 hot stamping 啊？咩啊 ？hot stamping。哦 ，hot stamp。hot stamping，伊是用下你成日 wax 你款嘅。你 designer 特地會知嘛？我冇做 print 嘅喎，我 digital 嘅時候冇 hot stamping。伊 hot stamping 啊，伊 hot stamping 啊，伊個 emboss 伊。哦。對。但係伊出啲 number 嘅喎，你看到，你把手看到，伊出啲字。翻櫃。啊，伊翻櫃喎。啊，咁好驚伊翻櫃喎，伊個字。但你行起來，我看 number， 伊有隻 number， 我頭你聽，看你把手看到喲。哦，你好我看。伊個 serial number 我未使互你看啦。哎，咁樣看到啊！等我出來，無一粒礦嗰邊，11343礦嗰邊看到啊 ，Granite 43礦，哦，這是。OK， 4月。等我出來喎，等我serial number 都炸掉。不要緊啊，有啊，不要緊。係咪？去買啦，掉字哦嚇。唔係，攞那是最掉字嚇，買啊掉字唔通買 Rolex 學話嚟啊，學話類。但係講啊，馬路古仔 Rolex 個水，馬路出嚟新嘅，Rolex 個出新嘅 CD 出嚟哦，係歹看嘅。是啊。有人講 Rose Gold 正突嘅，嗰隻 Rolex 係 Rose Gold 啊。But demand 冇咩借外口 ，still 是 stainless steel 嘅 model。still 是堅咩㗎，係靚。堅咩嘛 ？Rose Gold。堅咩咁冇啲愛買。Rose Gold 咧 ，Rose Gold 唔係堅咩？係啊，咁冇咩人愛買咯。較查某型淡薄。我愛，我把件是 Rose Gold 嘛，你看 Rolex 我把件。nghe có. Yes, the new one 咯 ，the new one。current box。哎呦，你 current box 啊，即係我看手錶就係咁看水哦。啊。冇啦，冇啲潮。冇啲潮，你燒到健康嘅啊？嘢㗎。你燒到健康嘅啊？燒啲百位。燒啲百位，個有百位燒啊！你保險箱啊？
伊迄邊大你刷迄邊嘛，無人大刷坑嘅，無人知大路啊，未使收到迄邊嘛，迄度知大鬼講事。係咪叫我冇講 Apple Watch 個本啊？誒，擺啲第二出 OK？誒。long tennis collector 我唔知喏 collector 誒，所以我就看做是特別是報看有人起來講嘅減了嘛，就 long collector 所以佢佢點半正講嘅了啊，所以 I think 咱白知道佢咪對對係你無 collector 我一人會告訴個人嘅手錶會告訴應該是冇咱接接嘅人啦，唔是成個一個你阿咪阿不接嘅阿不接阿咪 AP我怎麼比嘅？嚇，你拖清嘅話，喂，小英啊，攞幾之類處理嘅哦，啊，你之類處理紮，我未看到，吉啲，都未看到。哎呦，最後我冇看到哦，即係我也波甲是甲即個 Rolex 也波差唔多像。你這是你下面這是手錶嚟本啊，卡啲做手錶本啊。卡啲嘛是 designer watch 嗬。一樣面，你個講買咩？冇啦，伊是 actually Cartier started jewelry。哦 jewelry。哦，你有布蘭哦，即有布蘭哦。伊是較早，伊個是查某嘅 size，lady 嘅 size。因為我本身是因為Princess Diana、Muhammad Ali、Andy Warhol，伊較一 history 啦，之類。樣冇有咯，是講。樣前接起來咯。哦，佢哋買一粒。買梅花。唉，你阿媽人 Rolex 講，家姐會講就係佢哋。我是講看你 design 哦。家姐個我等等家姐。家姐，你哋家姐佢哋，你家姐。你前一臭味嘅是啥？夾條味哦，還是多仔味？還是夾條前一夾條味？藍扒味，藍扒味。誒，你是 LP 啊，唔是 AP 啊啦，LP。對啊，台灣LP。哎呦！特別講，夾條咧講冇咩切，夾條就是 no black tie 是個全啦。卡地啊！誒，你卡地誒，等下，你看，你卡地手錶嗰類。買梅花，買講啦。我愛知，等下，但係講咩即卡地咩票，我自己 Google search 看看一句類啦。哦，但係咪講好驚 Rolex 個買尾一頂嘛？แล้วรู้สึก係咪車一頂 BMW。Honda EX5 เนี่ย啦，motor กับ size 頂อย่าง。嗰啲係你是嗰啲，我唔知，啷教我講就這類。30幾千啊？30幾千，點解成日喺你價錢咯？喺手錶嘅，唔是喺Rolex 啊 ？Rolex 啊。哦。但我啷看即點解賣千幾賣千過來啊？點解賣千過來小英每可能會認之類。我是講下你處理一條。個靠，你學你講你買靠掉下。即係 swatch 咯，swatch 啦，一般都係嘛。啊，一般嘅是特人嘅啦，係啊，驚講。以前你買靠掉下。啊，對。梗係攞起然後看到炸掉。這是古仔 screen protector。啊，這個 balloon 呢？哦，古仔 screen protector。都係 balloon 咧，你 Apple，我冇講掉話手錶個。哎呀，特別我冇，我冇啦，我第一隻手錶係 Apple Watch 呢，咁唔是 Apple Watch 係第8嘅 series 個，然後在我撳攝嘅嘛，係冇得開你手錶。誒，等陣，佢你聲你手錶，你特晚你家啲愛手錶落這裏。辦幾年啦？哇，辦幾年咩事你好嘅？你講辦幾我冇問你講，我冇問你貴是辦幾我會再加錢呀？咱特晚再講。อันนั้นแต่มันเราก็มีสิเลย Honda Accord สิก็จะรู้ยังมี Honda มีใช่ Honda EX5 ล่ะ Honda EX5 嘅幾錢先至？嚟ลองใจหลังกับว่า講就係學啫。Honda EX5 EX5 啊，我覺得 EX5 係咩？係motorbike 嚟啊 ！Honda EX5 係 motorbike 嚟啊！อันนั้น係條 motorbike 誒。你家己吹啦，咪問我。
這是經千幾啊？漢納甲啊，冇可能千幾嘅家啲4,000幾啊？4,000幾啊？OK，嚟，咱每一隻腦嘅問題，佢有時咱禮拜咱講無類人嘅手錶時係幾隻啦？我本來等陣個都擺，你有嘅手錶啦，你收百幾粒，你第一貴嘅手錶是做幾類？40幾咯。40幾千，但係咩你是40幾千啊？你係家啲還是？冇啦，係啦，辦幾呢？佢哋講啦，你咪呢調我未曉嘅，我是要知幾錢呢？一粒較貴，一粒個幾類？10幾啦。40幾啊？哦，一粒40幾，一粒是幾貴嘅？講你頭晚係編過來嚇，伊係編過來係是？哦，做咩數較貴 ？because custom design 數啊？冇啦 ，reversal 一計先你看嘛。哦 ，reversal 係咩票嘅嚇？伊係咩票 ？JLC。我講呢這無相，我都未曉過。伊焦老嘅骨，你講焦老骨。佢講手錶嗬，就未有叫嘅嗬，伊個名個。嚇，拍錯到呢，P pop 呢，普吉澎湃。我等下出隻手錶叫普吉澎湃。RJ。係咪直接講？阿舊叫你講咩？我講個都八隻是 collector 嚟，伊個 brand 嘅都是迄個南瓜口，無蝦米在，only 是貼圖標嘅。哦，吉仔，誒，你第一貴嘅是就係你第一貴嘅手錶是就係這類。一開始收掉伊 AB 多你 safety box 位，伊冇有出來。等下講下你第一貴手錶就係。個幾錢？嚇講好驚？兩都冇幾錢。擼，伊講啊嘛，伊講伊第幾40幾千嘛，直接伊焦拿骨骨嘅咪就嘛講嘅，有擼嘅呢，擼嘅焦拿骨骨，擼嘅呢，擼是第幾時就係？Still 是 under Rolex 噶啦 ，sports model 啦。嚇佢係咪擼有這類？about 30幾啊，30幾千 OK 啦，I mean OK，呢個叻喎，對30幾千 OK，我是你嘅焦拿骨骨啦，焦較貴啊，這個都辦。人有較貴啦，個收起也冇嘢出來，下人看啦。冇，伊講伊係你阿崩嘅嘛，要買阿崩嘅 budget， 伊講伊嘅 target 是阿崩 AB 嘅之類。OK， 感謝。咱講嘅最性啊，無類人特別去無類人嘅 episode 特別到對嚟。我未教係 standard 過阿 John， 我未教過。我對我嚟講是舊嘅啦。誒，好趣味喎！我冇想到講到有 collector 誒，所以若是有 collector 嚟講一次咯，當然講起 collector 嘅故事啊嘛。一刀浪到對嚟時 ，collector 嗰陣時到對嚟個，maybe 係是你有阿崩啊嘛，係是你有嗰個阿布吉啊嘛。你若是有阿布吉，你是個對嚟好玩看。你係你大粒 AB 是佢你嘅夾，你除掉舊鏡，係70幾千冇，我哋對同埋講冇啊，70幾千美金。200幾千，冇啦 ，RM 70幾喎。哦，70幾千 ，OK，maybe 白刀咱咪顯示5啦，係咪嗰隻啦？咱白刀咱到底嚟攞手錶嘅時，無類人嘅手錶就咱使到底嚟玩看個。舊時咁好嘅，喂，舊時咁好嘅 AB 1粒、2粒、3粒、4粒、5粒、6粒、7粒，咁擺掉。冇，呢度唔是裝4個 collector 呢，所以請一粒誒。特別好，有時你看裝4咧，你未曉會人，後我看到我都唔知，講就是好啊，就是唔是學人看，家己識呢。學人看，家己識呢，俾家己識呢。明白。成個包俾嘅大蚊嚟好咯。OK， 感謝各位聽眾，呢排今日到對嚟收聽，但是講浪無類人咪講浪嘅手錶啊 ，Apple Watch 啊，G-Shock 啊，咩事一刀落音是浪注意看，但是講浪無咧，浪係使去BenetHokkien.com 嘅網頁位，了去 sign up 嘅 newsletter，浪去 website 也好。
这边嘅位 newsletter 你 click 一下你 sign up from newsletter 位往聽掉落音嘅時你對收聽我嘅 topic 所以佢就可以 join 收聽 topic 咧伊甲你講我嘅話題是蝦米了讓佢準備來錄音 OK 感謝大家禮拜再見拜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 要到這邊一訂，這邊一看嘅第一定看條聽，第一集正嘅現場錄音嘅時佢通知你，拜嘅拜。誒，哎呦 shit，我唔知，哦，對這邊。